八風吹不動。呢句說話喺佛門、喺禪宗、喺淨土中都經常會聽到。但係八風吹不動究竟係咩風？又點樣先至叫做吹不動呢？八風係乜嘢風？佛典裏面講，世有八法，為世間之所愛憎，能煽動人心，故名八風。簡單嚟講，八風就係八種最容易撩起我哋愛憎起伏嘅境界。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。利就係順利有所得，升職加薪、發達、名聲漸高，樣樣順風順水。衰呢就係失意失落，事業下滑，財物受損，名位跌落嚟，計劃打唔成。毀係人哋喺背後講我哋不是，誣衊、中傷、抹黑。譽就係被人讚、被人推崇，人人口中都講你好。稱係當面嘅稱讚、恭維、甜言蜜語。譏就係當面嘅譏諷、冷嘲熱諷、挖苦。苦係身心被逼迫、病苦、離別、失望、困厄。樂係身心暫時得安、健康、順境、享受、稱心如意。呢八樣其實我日日都會遇到。有人一句好評，我哋心入面暖晒；一段負評，一個眼神，我哋可能成晚瞓唔着。呢啲就係八風一吹，心就跟住喐。禪宗點睇八風？禪宗講明心見性，重點唔喺境界本身，而係當八風一起，我哋個心點樣動？古德講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風本身只係風，好、衰、榮、辱都係我哋一念分別出嚟。禪門裏面有句味道好深嘅話：風吹不動鐵牛心，意思係修行人個心要似一隻鐵牛咁穩重，唔係冇風，而係風吹唔喐。又好似信心命講：知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八風一起，揀擇心就起。呢個我中意，要多啲；嗰個我唔中意，要快啲走。就係呢種揀擇，令我哋喺風裏面打轉。禪宗修嘅係當下覺照，利來如風，見到心裏面起貪就照見佢；衰到如雨，見到心裏面起緣就照見佢，唔壓抑亦唔跟住走，只係清清楚楚咁知道，原來我又俾風吹緊啊。淨土中點樣用八風吹不動？講到淨土中，我哋經常念嘅一句係願生西方淨土中。淨土唔單止係臨命終時嘅去處，亦都可以係我哋當下心中的清淨國。阿彌陀經講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咩叫善根福德因緣？其中一樣就係學習喺八風之中守住一念清明，一句佛號。順境嘅時候，有人讚你事業順、家庭好，呢陣利、譽、稱、樂嘅風好舒服。但係呢個時候，如果能夠提醒自己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唔係叫你唔享受，而係喺享受之中仍然記得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將功分、將得失回向淨土，咁樣風就吹唔起咁大塵。逆境嘅時候，失意、被毀謗、被人誤會，甚至病痛、離別，呢啲係衰、毀、譏、苦之風。人最容易喺度怨天尤人，覺得唔公平。但係淨土宗教我哋逆境都係增上緣，可以提醒自己世間無常，唯有阿彌陀佛願力可靠，將嗰一口氣變成一句佛號，苦裏面念佛，怨氣就會慢慢化開。苦仍然係苦，但係個心開始有出路。有位祖師講過一句好靚嘅話：願以此心託付彌陀，任教風鼓浪高，心不隨波逐流。呢種就係淨土人嘅八風吹不動。點樣在生活裏面練習？咁我哋作為一個凡夫，可以由邊度開始學呢？第一步，迎風
喺日常生活裏面，當情緒一升一跌時，問下自己，依家係邊一陣風係吹我？係貪利嘅風，怕衰嘅風，怕人講嘅風，淨係肯認，已經係修行。第二步，留白，風一吹起，唔好即刻講說話，即刻出手，俾自己3個呼吸，喺心入面默念幾句佛號。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又或者簡單一句，我知我唔跟。呢3個呼吸就係你嘅不動地。第3步，回光，夜晚靜落嚟，可以問返自己，今日有冇邊一陣風我係完全頂唔順？係咪有人一句說話足以影響我成日心情，或者一個讚嘆就令我迷失本來面目？禪宗叫呢個做回光返照。淨土宗則鼓勵我哋將今日喺八風之中嘅得失、煩惱，甚至羞愧，通通交俾阿彌陀佛，願以此身心託付彌陀願海。第2日再由頭學過。5. 結語：風仲會吹，心可以唔一樣。事實上，只要我哋仲喺世間行走，離衰毀譽、稱譏苦樂，一定仲會一陣又一陣咁吹過嚟。佛法並唔係叫我哋逃避風，而係教我哋點樣帶住一顆覺醒嘅心行喺風裏面。當你慢慢學識喺風起嘅時候，先睇下自己個心，念一句佛，做一口觀照，你會發現外面嘅風可能冇變少，但係心裏面真係開始冇咁易俾風吹走。如果你願意，不妨同我一齊喺每一陣風起嘅時候，細細咁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願我哋都可以一路行一路學，向住八風吹不動呢條路，輕輕咁多踏前一步。